各位網友早晨，嚟緊6月13號星期六，沙田黃昏賽安排咗兩泥9草11場賽事，草地選用C+3跑道進行。頭場啱跑時間中午4點正。今次停賽騎師有3位，分別係艾少禮、黃志宏、莫雷拉。停賽復出騎師有布文。今集第一集我會先揀第5場賽事同大家分享一下。第5場係4班馬跑泥地1200米。我第一匹喜歡7號葉楚航馬房嘅文明戰士，呢匹3歲澳洲自救新馬，血統出自 All Too Hard。香港同父馬有香港仔、永福、快又醒，至今出賽3場得一個亞軍。我帶大家睇返文明戰士前一場賽事，5月6號沙田全泥地夜賽，好地4班1200米，布文騎127磅，排6檔起步。黃藍各半3咁跟住喺中間嘅，呢次係佢第一次跑入圍嘅，排6檔藍黃各半3黃色帽出閘順利啦，拍咗隔離前面嗰隻咧亦都係黃色衫嘅女主角嚟嘅。慢慢隻馬褪咗落去咧，嗱依家拍住隔離內側啦，貼欄嗰隻咧綠綠地色衫嘅，嗰隻咧就係贏得威風嚟嘅。喺佢出邊嗰隻啡色衫啦，褪咗落去考眼光啦，包咗落尾嗰隻咧就出閘脫咗腳啊，橙色眼罩湖水藍衫嘅星火燎原嚟嘅。前面方頭啦，藍白環間心快樂神驅梗係快啦。第2位貼欄嘅橙衫圓波點有隻上船啊。出邊湖水藍衫咧就精算突然啦。第4位就綠黃色衫嘅女主角啦。再跟住咧藍色衫紅帽啊，文家良團體賽呢個起舞飛飛。再跟住出邊咧橙衫啊精彩勇將啊，個文明戰士你見到阿布文咧都好定跟翻住頭先前面綠色衫贏得威風啊，包到落尾嗰啲喜樂之星啊，星火燎原咁樣啦。咁頭兩段步速45秒71咧，其實慢嘅，比標準時間慢咗4線1嘅。快樂神驅翻到嚟腳軟啊，起舞飛飛咧，你俾佢孭住呢個磅追上嚟，你真係好難走得甩㗎啦。佢咧第2次跑似模似樣，後邊追上嚟，開個第2快末段喎，最快就係呢起舞飛飛23秒81，佢開23秒86，第3名咧都已經甩開咗2個馬位又多㗎啦。第2次跑嚟講算叻㗎啦。第1次跑咧就1個月前啱啱好4月6號就跑呢個沙田1000米直路，周俊樂同佢跑咧就有飛㗎12倍，就跑得唔好啊，輸9個幾馬位。今次咧突然轉泥地轉彎雙重考驗，效果相當之好。好咗之後咧，隔咗3個禮拜5月24上次跑草地，布文騎1檔㗎，大家應該記得好似快地啦5月24號，點不知喺前面3隻馬肥鬼晒，就冇乜戰意啦嗰度咁樣跑法。今次咧唔好理啦，又換翻阿韓哥嘅老友記潘頓阿石啊嚇，幫佢騎，肯定係向好方面諗㗎啦，各位。呢啲馬季尾咧大隻，接近1200磅㗎 ，All Too Hard 咧跑泥地係犀利㗎，嗰得心之語啊，喂仲有隻勁嘢喎，標之星河都係跑泥地犀利㗎。呢隻馬咁短日子咧，馬房梗係爭成績啊！毫不考慮啊！呢係3選一定要呢隻㗎，有得爭勝啊！呢馬。第2匹喜歡5號羅富全馬房嘅顯勝高升，呢匹4歲澳洲自購馬，血統出自 Showtime。香港同父馬有標之極光、翠紅、君子傳承，至今出賽10場得2亞1季。帶大家睇返顯勝高升上場賽事，5月6號沙田全泥地夜賽，好地4班1200米。黃寶離騎123磅，排11檔起步。彩衣咧就深藍衫，紅白藍臂袖嘅，羅富全團體馬。排最外檔戴個面箍嘅，出閘快㗎，黃寶離騎佢相當之唔錯啊。喺外側仲有隻遠啲嘅，梁言一個就紅衫再後啲㗎啦。貼欄綠色衫上嚟，紅色帽飛輪霸啦，隔離咧白色衫戴住個白色面箍，第3位嘅光年情長。光年情場後邊啦，依家啱啱上咗嚟啊，棗紅色格仔衫咧就一路精彩嚟嘅。第5位貼欄藍色衫係咁騎嘅加州勇勝，拍住隔離咧黃色衫咧鑽色閃耀，鑽色閃耀後邊啦，藍衫橙就貼欄白色帽咧韓志尊，拍住隔離紅色衫咧就剛剛話大外檔嗰隻良言一句嚟嘅。後邊幾隻啦，貼欄嘅白色衫黃帽貼欄嗰隻咧就勤得佳備，中間藍色衫係綿綿日上，尾二橙色衫咧就呢一隻活得健康啊。仲有隻零零丁丁脫咗腳㗎，粉紅色衫晉皇日唔識跑嗰隻。今場頭2段步速其實慢嘅，嗰晚啲泥地慢啊，
46秒25咧，比標準時間慢咗9線半啊！咁呢度咧，飛輪霸走唔甩喎，咁啊大妹就壓住阿細妹，咁啊光年情場咧，阿布文啊諗住贏硬啦，追阿黃寶妮係咪啊？點不知追極都追佢唔到喎！嗱，但係大家睇真啲啊，雖然話埋邊加州勇勝田泰安啊大開大合咁過咗佢啊，其實嚴格嚟講咧。步速啊唔算快啦，佢賺啲啦。另外你睇翻嗰隻顯勝高升冇換腳㗎，一隻腳跑晒成場馬咧，都幾吃力㗎。第四飛輪霸啦，第五咧鑽石閃耀勤德佳備咁樣。咁啊，今次我中意佢係咩咧？直情係中意到個排首位嘅狀態有進步啦。終於呢隻馬咧，可能真係大嚿啊，搞咗全哥好耐。咁呢件彩衣連馬師團睇到好多隻都有成績㗎嘛。撳住贏啊，極上沙龍啊，咁再加住啲數字天文係咪啊？旺啊，真係旺啊！咁啊，所以呢啲馬咧，嗱睇下今次點靈活法，唔好咁多嘢講。22、26號先跳咗2課先喺從化，跟住有個試閘㗎。嗱隻馬咧係嘛？嗱呢個咪靚咯，如果開到呢隻腳頭先贏咗啦，冇如果嘅，佢係賺咗啲經驗啦，分亦都減下咧，唔使孭最重磅啦。呢個閘5月29啊，祖利曼排1檔嘅策騎員。喺內檔應聲啊出嚟，嗱呢啲快閘咧，除咗隻馬本身快之外咧，佢係入咗局啊隻馬真係有 mood 咧，先至做到啲表現嘅。咪出邊灰馬啦，唔係灰色衫啊 ，sorry 啊，就高刺勇士嚟嘅，即係銀刺勇士彩衣啦。第3位橙色衫啊精彩勇將，再跟住中間咧黃色衫貼欄嗰隻迎嚟威風啊，出邊另一隻黃衫咧黃龍天將，後邊藍衫白就好耐冇跑啦，翠如善風拍住出邊咧。白色袖啊，粉紅藍色衫嗰隻咧長髮歡迎啊，尾耳貼欄啊，粉紅色袖嗰隻咧就嘉應美麗嚟嘅，包咗尾嗰隻咧就唔使睇嘅，時尚歡笑。咁啊顯勝高升啊，今季跑9場，評分係第3班64分，減到依家55分啊，當中獲得2個第2，1個第3。其實佢嚟香港之前啊，2024年10月18號咧，3歲嘅時候喺澳洲贏一場1300米遠地，又轉場地嚟香港。照嘅仲有大幅進步空間嘅，咁啊隻馬水土唔同啦，係咪啊？練馬先慢慢摸佢，嗱影到貨，試完個閘隻馬咧冇問題㗎，有少汗啊，佢啊跟住6月9號落翻香港仲有一課跳㗎，咁啊大隻馬爽晒㗎啦，進步晒，做膽要呢隻。第3匹喜歡10號隨雨石馬房嘅無比小子，呢匹3歲澳洲自購新馬，血統追住 Rubik。香港同父馬包括有包裝天將、光年魅力、偉金主，至今出賽4場未有上名。帶大家睇翻啊，無比小子2場賽事，先睇前2場。4月12號沙田 C 跑道4班1200米，奧爾文騎127磅，排2檔起步，紅衫淺紫色就大白鼻嘅，咁啊喺個內檔度睇下點樣追啦。嗱，轉彎貼欄啊，紅眼罩啊，紅衫紫袖啊，即係金小子嗰件彩衣啦。前面放頭應該大家知道啦，大利放頭啦，咁啊非凡時刻啦，拍住隔離嘅同喜2隻馬走甩咗噶啦。中間咧帶住個白色面箍、淺藍色袖嗰隻咧，新力嬌上到嚟第3位，佢拍住新力嬌。嗱，你睇翻個 form line 各位啊，新力嬌喺隔離，中間上嚟有隻黃黑色衫咧，就團結戰靈都係開個快末段，貼欄仲有隻手機標能嘅。嗱，出邊咧華麗再贏。嗱，拍住佢隔離一齊過啲馬嘅 form line 咧，近期成熟度都相當之唔錯。咁啊，團結戰靈亦都跑過晒啦，呢啲證明過4班啊贏過晒馬嘅。咁啊呢一場咧可以話俾大家知，佢啊只不過第2次跑咧，嗰個馬嗰個適應性啊狀態啊，其實都嚟得唔錯噶。慢步速嘅呢場啊賺咗啲形勢嘅。咁啊隔咗大約係1個月唔夠啦，3個禮拜多啲。5月3號咧原班人馬就再跑1200米。一樣排翻2檔，不過出閘咧就論盡啲。今次奧爾文啊，嗱明明正正咧就褪咗落去後邊嘅。今場對手啊勁過頭先嗰場喎，亦都唔係話咩場地之利啊，真係勁啊！嗱，而家佢騎翻上嚟，喺佢隔離粉藍色衫嗰隻咧就係櫻花酒杯啦。放頭大家應該記得啦，啱啱就上個禮拜咧就贏咗馬嘅應龍飛影。咁啊中間啊黃色衫啊白色眼罩啊精英高球啦，第3位嘅咁啊棗紅色白色啊花衫啊貼欄，第3位小必勝嚟嘅。出邊啊黃色衫啊加冠王，最外邊藍袖啊橙色橫間衫啊鼓浪好友，佢攝住個第6位拍住隔離嗰隻櫻花酒杯犀利嘢嚟噶嘛。喺個後邊啦，咁啊再跟住貼欄咧有隻粉紅色衫啊龍之月啊，咁啊再跟住中間啦黃色衫黃白色衫啊
勤德佳比啦。咁再出邊嗰隻咧就豪邁先登，禮拜三咧就表現都相當之唔錯㗎。最外檔就海王啦，咁今場頭兩段步速46秒98，亦都係比標準時間都慢咗7.8嘅。沿途咧佢就咬住嗰隻咧櫻花酒杯一路拍住上，櫻花酒杯嗰啲發力咧掟甩佢，但係佢都唔斷得晒㗎。你見到佢一路騎翻上嚟，拍住隔離隻識贏嘅龍之月，過翻隻龍之月嘅喎，攬翻上嚟。兩場馬隻馬咧仲係亂水啲嘅，咁我今次中意佢原因咧就神操狀態，我覺得佢都已經起得唔錯啊！即係依家呢兩場賽事咧學下嘢，有啲潛質。上場5月24咧，佢再跑呢個增程1400米咧，就亂咁騎㗎班德麗啊，就14檔出閘咧就尾三望空晒，走晒隻馬咧鬥口入到直路捐翻埋裏邊嘅。嗰條片唔好睇啦，大家你有時間自己睇啦。唔緊要啦，輸又可以減下分係咪啊？輸咗嗰場又減多2分，由季初52分減到依家46㗎啦。嗱，精神爽利大隻，落腳又唔重喎。石哥啲馬就好易睇嘅啫，一靚就精神㗎啦。今次跑翻泥地咧，可能有啲變數啊。覺得起舞飛飛啲馬又咁重磅又熱門咧，不如搏下呢啲有啲新鮮感有體力嘅冷門啦。好快就同大家分享完啦，第5場賽事嘅形勢。最後做膽咧就大家睇神操見到啦，有進步嘅顯勝高升咧，值得大家信任嘅。鬥志亦都好啦。7號嘅文明戰士，一哥個鼻好犀利噶嘛，一聞到有好嘢咧，佢就走埋嚟噶啦。第三選咧，我諗好多朋友都會睇中嘅1號起舞飛飛啊，確實泥地好犀利嘅呢馬。但係咧135磅，我話喺投注角度啊，睺下冷門。10號嘅無比小子呢啲馬小跑咧而起得唔錯，季尾好起到作用噶啦，好少啲新馬就有機會嘅。其他馬8號嘅遙遙日上換咗袁幸堯減磅咧，機會都提升唔少嘅。我就嫌隻馬唔夠銳，所以擺低佢啫。加州勇勝上次大家見到啦，田泰安騎到100分啦。今次用布文抽個10檔咧，睇下外檔阿文哥點發揮啦。其次啲逍遙人生咧盡下人事啦，佢泥地唔係叻嘅。久休復出嘅威利非凡，雖然試閘話靚啫，呢隻馬體重咁大隻咧。初跑翻，我相信佢需要熱身嘅。另外12號川河營區啦，都係泥地好嘅馬，但係抽到12檔咧，吃虧少少。其他新馬咧都進度都麻麻地啊，上船啊、幸運大夫嗰啲。今集先同大家研究泥地賽事，下集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